来看婚姻的消息，台塑企业长期关心地方的科学教育，连续3年甲国立湖北科技大学办活动。今年邀请婚姻沿海各中高中生来参加，希望讲，让大家透过轻松趣味的方式来接触科学，嘛培养对科学的趣味。台塑企业连续3年和国立湖北科技大学做伙举办科学校友会，今年活动来到麦寮厂区举办。那今天有24个摊位，24个关卡。 那包含一些生活中的科学，比如说家中的电磁炉如何加热，还有手机如何无线充电。科学教育对现代学生来讲愈来愈重要，生活当中充满科学，希望透过各种科学体验活动和应对，让科学教育自细汉开始定根。我们希望科技的相关的这些知识啦，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课程呢，能够往下扎根，一直深入到高中以下、国中，甚至到国小。 从基础开始培养这些学生，希望透过科学校友会的方式，会当增加学生学科学的兴趣，培养更多科学人才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